咱拢知影，因为过去政府无妥当的政策，互咱的母语，也就是台语，伫咱的日常生活内面，强要消失啊。虽然当今社会也是有人咧使用台语，但是使用人数和较早比起来减少诚侪，而且使用的人差不多拢是50-6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少年人大部分拢袂晓听，嘛袂晓讲台语。毋但安尼，真侪少年人拢无愿意学台语，因为因认为讲台语是一种足丧的行为。我嘛是少年人，但是我并无感觉讲台语是一种足丧的行为啊。台湾人甲台湾政府拢讲母语爱传承，我嘛认为咱爱重视咱的母语，传承咱的母语。但是伫咱的日常生活内面，并无一个完全使用台语的环境。安尼，咱是要安怎传承咱的母语咧？可能有个人会讲：有啊，咱的8点档是讲台语的节目啊。我嘛知影，咱的8点档是讲台语的节目，但是除了即寡节目，咱敢抑阁有其他完全使用台语的节目？咱声声句句讲要传承咱的母语，煞啥物实际的行动拢无，安尼根本就是一暝的砖头路，天光无半步。啥物？你问我一暝的砖头路，天光无半步是啥物意思？来，我甲你讲，一暝的砖头路，天光无半步，就是华语讲的纸上谈兵。其实，伊阁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空喙报纸。爱记住哦。话阁讲转来，我认为咱应该爱成立一个台语电视台，一个完全使用台语的电视台，一个会使互咱使用台语的环境。节目无一定拢是新闻，有囡仔爱看的漫画，嘛有大人爱看的戏剧，阁有老人爱看的歌唱比赛节目。节目百款，毋管囡仔、大人，也是老人，拢会使观赏。毋但会使学台语、讲台语、听台语、传承母语，阁会使互大家做伙看电视，增加一家伙仔的感情。真正是1减2个，蒙拉仔减洗裤。看了我的影片，你是毋是嘛认为咱应该爱成立一个台语电视台咧？我的影片结束啊，多谢大家的观赏。